用智慧镜头。研六三由外反求诸出九之养。用智慧镜头，然后把那个文字扫描，然后可以选取部分的文字。Only 24 hours remain. Complete tasks to get rewards. 这个是英文模式刚刚也有中文啊、英文、日文都会念的。然后来按翻译。字有些字看不懂 ，TASK 是什么？这是一种云端硬碟的。手机程式操作以后，它会奖励啊 ，rewards 奖励啊 ，task 是任务啊 ，task 是任务啊 ，complete 是完成 ，task 是任务啊 ，to get rewards 即可获得奖励啊。Only 24 hours 里面只剩下24小时了。要叫人家完成什么任务获得奖励啊？这个是 Terra Box， 那个是一个云端硬碟，云端硬碟的。云端硬碟的那个手机程式名称号称1024 G 免费云端硬碟空间。下载手机程式操作以后，发现好像只有10 G 而已呢。人家那个 Google 云端硬碟还有15 G， 而且容易操作。这个 Terra Box 英文界面的不容易操作。